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你基本界福气来咧。你台湾界族那吼非常界多，你发音吼会用族来做动作界东西吼，唔但像做啲来欣赏佢界艺术也好，也做啲读你嘅生活地图变做一种动实用界，你个作品也好，用品也好，大家分享你基本界欣赏佢係界。都有創意嘅作變欣賞嘅分享，你嘅欣賞係楊立坤欣賞分享。謝謝。感謝今日有安嘅機會來到呢度嘅向大家介紹。我嘅名係我呢楊立坤，今日主要愛介紹講作品呢啲工藝佢嘅好處，啊個佢嘅優點。很棒！你看，其實有時候嘅研究點吼，其實你對安陽嘅作品親有研究，而且已經做了15年了，係冇？15年哈，所以算是他跟安陽共也會知道比較晚出道，可是現在的作品非常的豐厚。晚出道，應該這麼說，我做作品哈。冇想我出道，因為我仲我做我自家歡喜嘅，所以我啲開始做作品，我都唔係想愛去，我學呢技術，我愛去賺錢，愛去出名。所以講出道，我到底還沒冇出道。冇出道嘅意思係講，我意思係講開始按用嘅工藝技術。係。唔係講哇，24啊，18歲、4歲嘅時間就開始做，所以講好慢開始，唔過都一下其實累積了青島嘅作品嘛，對不對？係。都這樣講哈，而且為什麼特別按用講呢？因為欣賞吼，去清等一下，除了現場做的看到青島佢帶來嘅作品之外。他心中有設定一個目標，對不對？係，我一個創業嘅目標哈，就講本來是個挑戰嘛，你本來講有安尼動力個繼續做作品做下去，我啲目標是講我要做100種嘅作品嘅嗰個變法，我拿一扎嘅變法做一個強起來，強起來嗰個面向啊拿啲100種嘅作品。做一隻屏風，呢個屏風做起來嗰個，佢做啲形象，未做啲做教學。OK， 做啲教學用係嘛？他可會知道清有意思吼？什麼意思咧？乜嘅意思？100種編法，意思講唔係100種不同的東西，可是你嘅編嘅技法，你想要以100種為目標。主要係講嘅技法。你100種嘅技法冇按改說，雖然講作品發展到呢下，其實唔講佢有200種、300種，未完全有安嘅可能。但是對我自己來講，我學15年，我希望講我技術有辦法慢慢地達到100種嘅變法，我曉嘅變法有到100種。對，大家談時常按講，可能每次都有一些抽象哦，大家去想象一下，嘅編法100種都帶什麼意思吼？而且時常跟它有共鬥嘛，你想要把它變成像屏風按樣嘅東西。現在就 demo 本大家來看一下辯論講哈，因為這個是老師真的帶很多，而且我也還沒有精心挑選哦，還是看到。100貼片跟100貼片，我就統體拿來哦。老師，你看像這個，這就是其中一種編法，錯嗎？錯。你看這個可以係從乜嘅磚頭？對，這就是一種綁磚的編法，對不對？你看到亞洲係一種編法，你看1咯，這已經是1了，對不對？老師說你要走100種嘅編法，對不對？錯。好哦，泰雅亞洲會第一種，好，來你看哦，我先隨便跟大家分享幾個就好了。好。這個是什麼？這就第2種。對，這樣講嘛。編絲。對，2字中的複絲，它的絲沒有辦法拿編出來。係呀，你看下有一個複氣嘅複，有冇？複氣類嘅複，對不對？大家會知道哦，OK 2種，也唔係輕難哈2種。唔過哈，唔看哦，基本人唔會本大家看100種，看像這個也是，還有冇叫我嘅色，哎你就輕講，對不對？列出來花誒，因為叫那菊花邊。菊花哦，菊花邊，菊花邊，哇，好好看哦！然後呢，顏色很自然，就會最天然的顏色，對不對？你看，這就一種哦，太多了，含油哦，這個也好特別，你看有沒有？你看安永就5種嘞，對不對？這種的有數
也可以做我的左手边，嘿，波浪边，这个是波浪边。老师，你都有它的名字，黑毛阿亚嘞。给我那脚边。老师，你不会忘记哈，就是你都不会哈。那再考2个好了。来，这个是我左手边。给我那双重八角孔边。嗯哼。啊，给片给我还看无按清楚。老师帮你讲较清楚。这是什么？老师好可爱，老师好可爱，请等一下。另外4角孔穿花。4角孔穿花，黑毛。好，最后一个，拍谁啦哈，让我再垫一哈哈。你看老师这个圆圆的一个，那个是双轮口边。哦，做树沙的双轮口，哈哈，啊，你要偏亮。好，老师，我等一下再考试，你看有没有距离老师较远哈？所以大家有看到吗？亚就会欣赏讲的，几个目标是100种。好，姑松，你看我这里拿的青斗，还有我们这边，你看我们用欣赏编给东西来当我们这个摄影棚的这个装饰，就知道这就是欣赏给木培哦，每一嗨。请问老师现在达标了没？还忙，冇按过咧，冇按过哈。啊，你有乜嘅瓶颈都困難冇？其實冇乜嘅瓶頸啦，就講因為人有一hand圖學習，跟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來。我hand做得，我hand有按幾個時間，我hand做得，你係一個目標嘛，我達到嘅目標，我會慢慢的加落去，我有一條想法出來。咁好比講，幾片幾隻，幾隻花嘅哈，幾2九2禮拜前。我剛想出來按的編法，這個是新的作品，也行嘅，這是一個花器，錯嗎？錯。哦。但是佢係一種嘅編法，佢編法我就盲標我2度，2升到就是一種嘅。我有聽到重點哦，不是說壓黑91了，黑嘛？你在9個就做得達標誒，錯嗎？按你講嘿。哇，老師太棒了！所以你看亞洲會欣賞給7家嘅一種驅動力，對不對？先設定了一個目標，就不會想說啊，算了，先擺着再說，對不對？啊，這是最新的作品，可以在花器，都得不用拔，是真的實用的哦，對不對？而且欣賞有講到哦，一開始我講欣賞，你出道嘅時節看慢，欣賞講冇人愛，唔係去存錢，愛唔係去做嘛，愛興趣啊。佢說迄個你接受訪問嘅時節，你要不要講？愛就是玩竹編。錯，對不對？衝量就會玩這件事情，而且這是你的座右銘。對於竹編來講，因為老娘嚟講，因為怎麼會是這樣？按有個座右銘。你做的東西哈，好比講，你講舉例來講，生意呢，其實嘛要打電動，唔講佢講做嘛要打電動，好玩啊！真嘅。你做一件事情，我講做竹編，迄講做都不好玩，然後做落去。叫做冇意思誒，所以你要做竹編，因為做竹編的過程其實唔係咁簡單，啊過程咩會經過動作，可能會挫傷，可能會發一條人樹會割到，也係會讓佢神經冇嘅會輸送到，啊所以呢個冇按太好玩嘅按啲動力。唔會做下。真嘅欣賞係可以給樹有一個包起來嘅傷口。本都會割到嘅。係因為做竹編，也係因為煮菜。做竹編，加下嘅都會溜啊、不跳啊去。你可以因為人講就會欣賞講嘅，係講你做嘅過程其實有青島嘅工藝技術在裡面，其實還是要很小心，不會抽手。比如說輕氣輕重油，比如說你做都有一個興頭在裡面，然後也很有成就感，就會做下去。你可以欣賞真嘅輕細心哦，佢現場有。帶來嘅係竹篾，對不對？係，你係竹篾，竹啲嘅規矩嘅竹嘅拿來，我哋就要想辦法，一支竹嘅，底度我就做嘅刺加表面嘅一皮，啊，你啊皮真有辦法拿來做呢個東西。所以大家想看啊，係講你去個把竹子砍回來，其實係一級一級嘅做嘅。係講你去買按用嘅現成的，竹篾，對不對？冇辦法。對，所以你看欣賞跟那個這麼整齊，長度一致，啊寬度要差唔多，按用嘅竹篾，其實就是你一根一根自己。去給它修，然後就把它修整得這麼的工整，那是第一步而已。然後張有才張州的用嘅去編織你看到嘅東西。老師，唐貢你記唔記會帶來一個新什麼風箏編法？風車編法。老師，你要現場先從同大家來表演一下，好，我來示範一下，呀，竹編的嘅那個做法哈。會輕難冇？呢種嘅編法算很難，高階
什么？我妈都是较简单的编法。是高阶的编法。那按用迄讲也是高阶的编法，你按用做一般来讲，迄讲你编一个小风车的用的急救的时间。1-2分钟就好诶。嘿，高阶的编法1-2分钟就好。我说你真紧可以熬你，他敢讲熬你吼，反而就会讲达人的意思诶，所以你真紧可以主编达人。达人台湾很多达人啦，哎，你啊说明你迄有兴趣嘅玩主编嘅达人，爱用做啲冇？像有一道嘅师兄弟姐妹，佢哋就技術要同好。總歸講，佢哋人大部分都喺中部，冇啲咧人北部咧那邊，所以北部咧那邊就就希望講啲咧片來帶起安尼做主編的安尼風潮。故說喺鏡頭嘅前面做啲看到欣賞，其實是很细腻的在编这个我们说风车的编法。不过欣賞你的颜色不一样，竹篾的那个色嘅係無強用，那是你自己染色的，對嗎？你哋去買嘅嗬，你係有專門嘅嘅賣安尼竹材嘅工廠，是，佢咪了那煙燻竹，煙切架磨安尼10批，有辦法去做啲安尼煙燻，所以你去樓去買咗嚟認真個。同樣佢買那貴機嘅竹，欣賞你嘅意思講，你去買嘅時候，你去買嘅時候，其實它是整支貴機嘅竹嘅，你同你煙燻過後按用嘅色，可是按用嘅竹面係喺你一級一級切架做嘅，切架鋪過哦。哇，我光想到要鋪黑竹嘅，就被吃到個手可能很快就流血了，這樣子。伊多人學。講上個當上個學教育學編的安尼做做咩咧哈？欣賞看以為已經差不多要完成了是嗎？已經到8成9成了對嗎？有看出來哈。來看出來，因為可以漸漸的看到它很具體的形狀了，從冇？對，好，同泰嘎，我跟大家解釋一下哈，就是說其實泰嘎看到的竹篾真的就是老師自己等於是一根一根這樣子剖開，然後很整齊，然後。這樣子編，我愛吃到編係一種技術嘛，唔錯。唔過愛吃到基本功，要先把竹篾做好誒。唔講嘅完全錯。你啊，竹編嘅好哈，第一步一天愛染咩咧，愛燒嘅有拉白醬。你嘅咩係個抹醬，你後面怎麼編都不會好啊，對不對？老師，我們可以說接近完成了嗎？完成了。好，來，這老師我們泰嘎可以下誒。調整一下。好，調整一下誒，而且這個形狀就是泰嘎講誒。老師，你這樣給泰嘎本泰嘎，不，你本愛，你本愛。你啊，做底度做一隻安尼風車，所以看那意思懂清楚誒。好，泰嘎可以哈誒，有沒有看到這？老師，你說這樣對不對？一個風車，像菱形的風車，按有個形狀。一扇一扇有6扇。哇，你看老師真挺可以清厲害哈！你看2分鐘的時間，老師就現場就編了一張按用嘅形狀，對不對？好，口給信上只是嘅目標係100種哦。還有嘛個動靜彩嘅故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陣仲喺講。東方宇宙的繞牆度，讓大家來到節目地圖啦，大家都分享哇，佢做了15年嘅竹編嘅工藝，做啲講係工藝技術啦，唔講係做興趣嘅。上一段節目做啲看到泰國，很熟練呢，兩邊就做啲做出一張。我們說那種很漂亮的形狀，而且泰國有講嘛，你那種形狀其實就是煙囪一樣。我們說野餐籃這兩個嘛，這是你帶來的野餐籃，就是一樣的編法。剛才那個算是一種嘅基底。啲平面我種嘅編咯，就像倆大量重複，做一個基礎。我可能一個作品底度，我有倆3種4種倆嘅編法，一個底度。然後有按有個基礎過後，你就可以編出一個蠻實用的作品。就像我們剛剛講野餐籃，而且我們泰國講，係真件做得用冇？佢真件啊，你做得用啊，冇人先從用可能我講
惊佢要按用就坏掉坏体，伊讲唔会。做唔得，做唔得白的，你会真紧可以做得用的，对不对？好，那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就表示说，我们现场很多作品在生活省发底度就会很实用的东西，你可以是本你看讲听听，然后你用压花器可以真紧可以花器，对不对？错。好了，喜章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作品？你看哈，基本上啊作为仕女包，啊你啊仕女包哈，实际上。主要来讲，迄个安尼花的平面有人变，但是要做立体起来，基本有困难。以前唱高欣赏基本冇办法，然后技术讲按样的做这样做出来。做去去研究，花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本来做出来。到底按样的其实要做出来，所以你做出来，你看吼，佢当部嘅花嘅，唔係講做嘅兩面、背面係安尼花嘅，帶面咁樣安尼花嘅，然後安尼啲下背邊我都當背含腔嗰啲花嘅，你也做冇咁簡單。啊，就滿先生講，講哇，你一個主編嘅包包按獎，剛真正做得用。啊，其實講做得係不用啲用一隻包包，沒用兩隻，還有一隻，就會用按用嘅形式，所以他平常有在背，平常時就有按用。上班就按用啊，清理片什麼，而且用久了，而且會越用越好用嘛，做兩講嘛。我冇問題啦，但是佢仍有啲嘅。因為我細個我冇用呢樣東西，我冇辦法體會嘅。你還滿意下呀？你下禮拜做啲滿意講，哎呀，我沒有真正嘅體驗，因為佢同你分享過後，我聽說你下一次下禮拜你會做嘅時間，你就得做調整，對不對？基本上吼，佢冇好嘅作品，佢咩冇上我好。啊，我編嘛個比其實安尼用，啊冇講法就表示講你以後用。很快，這是哪一種夫妻嘅相處之道？係嘛？啊，佢講我叫我叫他咩冇用，我就提供啲東西唔冇。啊，你看要真正眼底啊，按用算客家公婆嘅一種一種嘅特性，有冇？人稱愛看你冇用，愛就對你冇中意；佢講你有用，愛就對啊你喜歡，啊眼下一般就會走，好可愛哦，也係包包。這個呀，你係我講我蓮花座，你看起來其實像一個蓮花嚟，可以開花開起來。當時做出來有一個頭腦，一個想法，就講你一到年哈，有人往生哈，有啲個祭拜哈，會變一條嘅那個塑膠做嘅頂咧，佢當難看。所以我都想講，我做了，係每年嘅那個過程噶哈，都祭台風擺嘅，做啲擺動多隻，當佢點火落去，係咩比嘅那塑膠嘅鐵嘅，塑膠嘅更加好啊！還有安尼感覺。哦，你真係喺腦子一直在創造，加上按用嘅。錯啊，冇強要，強啲有冇啲啲擺種主編地度，唔俾佢做飯冇強要。但是含起樂趣，做出來就感覺心滿足。雖然講多啲冇人，多人講叫我收睇，我講唔可以收睇，大家係咁講。因為我每個提問題啊，係啊，我時常而喺主編，你中間放蠟燭，啊係講抽起來嘅時間係咪會少啲？老師說唔會啦，對不對？唔會啦，真正係講少起來也還好啦，就咁樣講。不過欣賞真的很有個性哈，比如講他會設定一個100種的目標。我知道欣賞有個很重要的特色，你每個作品你都會做3次，係嗎？基本上我嘅創作過程係咁嘅。我有一個想法喺腦子裡度哈，腦底度我就醞釀，慢慢的給我形不做出來。我可能要想1禮拜、2禮拜，當我有包應該編得出來，就開始動手去做。第一集一做出來，我感覺雖然講有做出來，但係冇馬上向理想，佢冇理想嘅地方，按樣嚟改，有辦法尋到嘅那個解決的方式冇？喺尋到。我就不成標題，冇插佢。但一段嘅時間，突然我有一個靈感出來講，你按呢做應該做得咯。我就按呢做落去，做落去規則嘅東西做出來。但是按呢做出來嘅時間，看佢
含迄那搭边油嘛个缺点，个动手个做家己摆，天一摆做家吼有一条安尼洗体房的地方改，感觉主要比T3较好。确认我面方的我要做T3，T3做以后我就确认的，我教学生的我老讲。伢俩我用的做咩咧？用的盆土，用的发土，啊俩我用的边，俩我边我都那边我用的砖，用的，所以做T3个月，我就做在教学生的样。厉害，为什么是3？因为讲係3，你每做到T3嘅時間，係冇滿意，不會有按用嘅情形。太弱的唔買啦，所以講到T3叫做放棄，叫做。你講先生因為很有個性，幾個意思就會講，我就會做300，第一拜冇滿意修整，第二次快要滿意了修整，第3次一定要完成。他講嘅T3拜很冇滿意，這個作品他就放棄了。丟在一邊，你不意他哦，不意他哦。那你T1拜像T1拜做出來夠黑啊，對不對？也是沒有到不好，只是說沒有你心目中按有完美的樣子。那你這個跑去哪裡？有的是小鐵，有的老師你看，老師佢會小鐵，比如講佢講你做按用嘅花器，有冇？先生嘅意思就係講佢按用嘅花器，佢講T1拜嘅時間不好 ，OK 燒掉，T1拜不夠好燒掉，第3次就留起來，按用嘅意思。老師你真的很有自己的一個節奏，你知冇？這就會你自己一個進行的一個節奏。太弱嘅做伙按呢進行啦，當然有的吼。簡單的東西唔是經過按。懂嘢。你係講較複雜嘅，唔像幾隻較複雜嘅叫做按呢。所以特隻東西啲嘅做嘅過程嘅發嘅精神，就講會冇窮樣。有時吼當順利一擺就做好。做好唔甘願啊，還要做T1，但是2隻全部留下來。老師先等一下，T1拜就做好要很完美啊，唔甘願來做T1。每一下先生，你可能以面來啲先生，你講你係48歲才開始做主編，對不對？你那個時候有冇想到會開始按用嘅做主編嘅機會呢？我按你講吼，我基本上我係讀化工，工科理工科，所以講同藝術嘅冇乜關係。我喺伫咧一間塑膠公司伫咧上班，伫咧做開發嘅事。當時工廠有本來伊個任務講可以做天然纖維、然塑膠嘅複合材料。我家下我就因為講台灣做嘅案多，應該請有機會。我用做嘅來做複合材料，唔做請做嘅來源。我就走去竹山，嗰度去請來源。伫咧過程就尋嘅做嘅來源研究嘅過程底度，我就接觸到，這個看到佢主編，看到就按講體驗看到，我就幾下被吸引。我就有想講，你以後吼做得做我退休以後我做嘅事情。等嗰個專案結束後，我就開始去尋先生。T1尋到嘅先生係一個帶到苗栗大安嘅一個竹篾匠，因講竹篾匠就講。以前做篾石也篾工，用鋪篾嚟做嘅那個竹像本旗啦、磨蘭嗰啲位，安尼，我哋傳統竹編嘅啲篾石。留嘅篾石好1年以後，我因為講夾個工做向廚，唔免落我看到嘅按講嘅個方向。故說你就有新的學習，還有青島嘅故事現場等一下吼，還有東島嘅故事吼，去到底形容因來學習佢哋做咧，作編按用嘅歌唱，有精彩嘅故事，大家聊下，啉下茶吼，廣告過後咧，你長對唐先生講故事。今日繞場就係呢屆主編先生，榮先生來到節目地讀了大概嚟小解吼，先生佢做主編做了15年嘅時間咧吼，有當有自家嘅目標，有自家嘅特色，發揮自家嘅創意吼。我公告嘅時間，我問先生講，咁你係咩退休咧？吼，叫捱退休咧，了哈，等於就做主編吼。我講唔唔可以你做長度時間。鐵道嘅時間點做主編還好，像你下人生就按用嘅歡喜就好嘅，想去做我就做。做，真的，真嘅，實際上就按用嘅，做到我快樂。冇有壓力，
唔好有壓力，千萬唔好有壓力。哦，有壓力吼，做了唔會快樂，啊個吼唔會當家會遇到困難。真嘅，你看，这是老师，这个是人生经历的一种嘅經驗嘅累積，本大家嘅一個建議，從莫按多得失啦，你莫有得失吼，做嘅咩快樂，有好咩好，按冇好咩好。哈哈，所以團節目時常有講到嘛，一開始嘅時節係起情，像美食，對不對？開始會做較一般。像磨懶啊樣嘅東西，後來有再去找別的老師從嗎？我米方亮嘅天氣好嘅欣賞場，咧係國寶大師，哇，伊咧有那張憲平，是啊，然後伊咧有那李榮烈，真嘅就會真的是拜大師學藝啊，老嘅兩位大師，其中吼拜李榮烈學嘅真多，我有差唔多2年嘅時間，每禮拜日喺中南，視察到草屯，李老師好。啊，李老師佢很好嘛，佢打擺入門講，你好嘛，我做嘛。佢唔係講來我教我做嘛嘅，佢門講我做嘛嘅。所以我啲夾幾片吼，有想到你有啲想到唔曉做，要潛佢，吼，其實老講你按樣嚟做，樣嚟做。所以我呢下我有啲老輩有啲教，啊我咪希望我咪留起嚟老我學嘅人講，唔係我先生教我做乜嘅，佢唔能我講唔當想我做乜嘅。係要時常也係訓練一種嘅東西，就係基本功啊，做啲教義嘅天賦愛嘛，用啲鋪築咩嘅，嚇用嚟種按照目標嘅變化，唔過後來嘅東西，大家做啲不用輕鬆，目的就係發揮自己的創意、想像，還有你想去做乜嘅教義，唔係種工匠強用，對對，唔係工匠。做一樣東西，做一樣東西，就按樣型，哈，對，但是現做講我做我一個東西，我可能做1樣、2樣、3樣，嗰個我做停睇做問題咧，我唔可以做多，所以不要頭腦，印象。跟人問先生一個問題，吼，你講到按度，比如講創作天才會有嘛，有想象力，跟你做到按度年下來，獻出有按度嘅作品，啊你七家睇中意嘅作品係乜嘅？啊你最喜歡，啊你我很因為呢隻挺得意，哦，呢還有一個特色哈，大部分編那個用做嘅編嘅東西吼，會硬長，因為做嘅嘅特性就會挺性。啊，唔包包唔做樣，錯。我依個想講，我一樣嘅本啲包包，因為一般拿希望包包係樣樣，唔係硬嘅，關鍵冇乜意思。因為我有拿，哎呀，知道它拿起來是很舒服的，樣樣那咧哈，光滑的。所以一樣嘅大多都列入一個技術上嘅突破，因為個面料變得不同泡，一泡嘅面咧越難修。對。所以要修，啊個佢要有。寬度嘅模樣有3種規格嘅寬度，2種色，啊，唔做的上嘅咧難度哈一睇嘅，先生，那我可以問一個卡，就是唔知大家會問嘅問題冇？你啊熱天嘅時節嘛，大家都會買竹席。哦，會可以編竹席嗎？因為你知道清夜嘅時節，大家買草席呀後、竹席呀後，以前都會鋪在那個床上。啊，像這個是自己可以做的嗎？都可以去搞做的做，但是冇必要花嘅時間做。好吧。用機器已經做得變咧，太多嘅想用機器辦嚟去做，冇必要用人工去花嘅那個。係啊，你就買個現成嘅輕便宜，因為去搞一周嘅時間。花啲時間不如嚟做一道還有道理。還有特色嘅東西，還有價值嘅東西。沒有啊，你自己編的也可以編那麼漂亮啊。比如說你喺床上擺的那個竹席，就會輕講嘅竹席，對不對？其實我冇做竹席，但是我不開沙發店。他來講熱天時咧按熱。哦，你說。我做那做一堆。其實那兩那兩到邊啊？哦，你看。給沒算竹席。有沒算還得但是給特色嘅花樣都冇重要。哇，這個好棒哦！佢說你做一隻正方形啊，你就粘在用嘅抱枕。比如用兩那啲當背啊。係講熱天嘅時間，你這樣靠着就會輕舒瘦、清涼，那種感覺。一樣嘅道理，你看我剛剛還很緊張，還剛剛親近總兄講，我們問一個很愚蠢嘅問題。有一點點愚蠢啊，不過也沒有太愚蠢啊，對嗎？不過我要再問一個，我怕我忘記哦。先生，你剛才如果你有搞青島嘅學生嘅，我要去哪裡報名？我家下吼，
有一个固定啊，你就主讲一条上个好主编的人，为伫个头份南行里的活动中心，每礼拜六我早晨9点到下晝頭4點，都給他邊大家反正上個做嘛，該做都給他邊大家安尼好。咱我顧較固定的吼，主要伫中南火車站的順風有一間個文創基地，那中山168。給他邊吼，不管是佢如果有開一條課，個片個開一課吼。它適合一條短期，我想我體驗主編課的，唔可能我就花一條嘅錢，去做一日嘅體驗，做一些嘅作品，因為我就有啲作品，一定會有啲作品出來。可能唔係講我花長久嘅時間，咩唔是自家去鋪咩咧，那咩我不能鋪好來幫你用。唔是自家鋪咩真重要，所以時常冇講有一個專屬嘅網站來寫嘅都在哪位嘅有考嘅，唔過啲冇強嘅工作坊就會有欣賞嘅身影，對不對？哈，欣賞第二篇哈，我們有一個快問快答，我來考試一下哈。快問快答嘅意思就是夾夾問，夾夾應，就專門上題嘅。欣賞你沒有偷偷知道題目哈？唔知。我哋把到嘅同事有偷偷嘅本意題，我哋問題哦，先生，第一個問題，請問吳娘有支持你做安陽嘅主編創作嗎？有。哦，這很簡單嘛，對，雖然他很沉默，因為他就拿去用。唐貢蝶高飛嘅時間也有很多的作品可以做本地用嘅嘛。哇，太棒了！那 OK， 那你做安陽按到嘅作品本地用，佢有乜嘅？講乜嘅花，也係乜嘅稱讚嘅花，而談到會清歡喜冇？係講有人這個高飛點講，哦，人做咧人乜人沒有人講，哦，人做會當獎，我是會感覺成就感，我會啷個講，但是其實啊唔會啷個講，人東西當獎。我知道吼，我知道佢可能放在心裡，唔過會講出來啦，哈。再來，好，我就請等一下，你要回去叫他看這一集的節目哦，哈。哎，用太瘦就啲，太瘦，你要講出來啦，欣賞很期待你講出來，你要講親講啊，楊穎哈。還有，你做過主編，有受過很嚴重的傷嗎？有冇青洋蔥給戳傷？冇青洋蔥就兩骨頭的青洋蔥，應該流很多血。血噴出來。啊，老師。為了你笑個下去，哦。我覺得欣賞真言講得很冷靜啊，我說有沒有很嚴重？血噴出來，你們這樣，哇哦，這個哇，這個對對，好，欣賞，我們這時間真的是哇，老師的故事很豐富哈，最後一點點時間，摸一下就是你有沒有想過接下來有想要做怎麼樣的作品嗎？其實作品，其實我哋哈早晨我來家下當地嘅做一啲東西，佢有青苔藍圖，我做第一鋪做咗就感覺，我佢要做嘅東西係講。佢啲度講吼，貫通啊！啲腦杯做一隻圓形嘅啊！啲度貫通嘅一個出光啊下去，你可能做啲插花，也做啲標天火。所以有可能係天火一種燈飾，燈也係用嘅。還在想，還在構思。啊！你啊初步如先做一下，你困難會喺哪度邊？含啲。而老師先生就會按用佢嘅做模型做過嘅東西，又按用嘅想法，又按用嘅創作，其實。做下去啊，做下去嘅過程將來看有乜嘅困難，佢將去克服。大家會知哦，去做上擺哦，第一擺、第二擺、第三擺，迄講到第三擺冇按用嘅結果是當佢講佢要放棄，你講請等一下嘅人吼。真嘅，我今日只是東方伊做咧繞牆欣賞咧到節目地圖，然後睇到咧少個按到幾個作品，我想唔單止係作品，啲重要嘅係佢嘅人生觀，佢用佢來看待呢件事情吼。所以欣賞感謝你來，有機會10個來到了解，然後睇到咧少個，好，所以嘅鄉親朋友聽下來係應該法律社當然。從去福喜來理解，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來理解面書傾站，還有聽嘅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讓你嘅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